台南的芦笋出产量是全台湾第二多，其中将军种植室外芦笋本地2月会当采收，却受到这气候影响，产季延后半个月。农民也讲，今年因为进口芦笋的关系，地区价格偏英国较歹。将军农会表示，等4月芦笋大出了后，产量渐渐稳定，价销就会大大转来啊。 农民的田领头挖来挖去，当咧想到一支芦笋长度好通采收。台南将军种植室外芦笋园，原本2月底准备通收成，不过这摆却因为去年风台影响，地区芦笋生长较慢，影响采收。农民讲产量平英过减2成，价销嘛受到进口影响对咧落，这阵采收的人工搁真恶请，嘛互因真头疼。 今年价销较歹啊，就应该是进口的较济，进口的入来较济，啊，阮的价销就较歹安尼。请无讲的这个情形咧，请无讲有咯，错无。老的是老啦，啊，就剩少年的是较无要做安尼啦。拢袂当停困，因为伊这拢会一日一日量大，啊量大的吼出青，人也无爱甲咱买，所以袂使讲量叫成果悬拄啊好，伊就爱看啊，逐工爱行。 中军农会参农民继续种芦笋的面积有6.3公顷，农会讲整个产量伫4月份得豆豆的恢复，伫大出了后进口量减少，价销得平稳。这个产业将近75派工课拢需要靠人工，农会引进设备来分级包装，那成功连客族面积嘛增加，产量价销就较稳定。啊，即马挂足济，你等下分级嘛是迄个时挂偌这时间分级嘛是偌这个时间后，会增加阮收割面积了后，啊，送贩 所客族面积就减少，啊，所以讲会去靠着商贩要卖出，卖农业要靠商贩卖出，这个物件阮会当搁增加收入来减少商贩影响阮产地的迄个力道啦。台南芦笋占台湾第2大产区，为了甲将军芦笋推广出去，农会表示未来继续参台湾的通路配合。另外，伊嘛按算这礼拜假期要办活动，通互众人入捌在地产业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